来继续来看这个台中代理区农会推广着食农的教育，甲瑞城国小来合作举办着插黄仔的活动。农会阁特别邀请到当地农民亲身来教这囡仔捕蝉，囡仔拢感觉真趣味。这学生囡仔闭手腕、闭裤骹，踏入去水田内，头一摆捕稻啊，感觉真心性。我们要分为手作区跟我们的机械区，让不同的小朋友他们亲身的来体验手工的跟手做的跟我们机械的有哪些不一样。农会表示讲，推广食农教育，并且让囡仔了解每一粒米要得来无遐简单，所以讲举办这场做伙捕稻的活动，这摆是选用台农71号的芳米。农业嘛解说为翻土、选种、发栽到捕稻啊、收草等等过程，或者学生囡仔更加了解在地又一个稻啊。有时候下去感觉有点麻烦，所以农夫很辛苦哦。对。唔有手工的现场嘛有这个机械化的，大家做体验做农的趣味，时到就使欢喜来收成。我是陈雅玲，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开启小铃铛，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